眼睛保护自己。在寨子里纺布和打扮自己，可以说是女人们最爱做的事情了。这个是青苗，青苗它是这个百宅裙呢，也有一个传说，就是以前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就是他在世袭搬亲的时候，为了方便嘛，就把织好的布啊都叠起来放，全部叠起来方便的捆起来，然后背着走。最后背着走以后，有一天这个族长的这个女儿把这个背起来的这个服饰，马上要去见自己心爱的人了。背起来的这个裙子拿来穿在身上，一走还没有给它展开呢，就走了。哎，大家都看着非常的漂亮，怎么是这个全部一折的这样的很漂亮的，所以说是大家后边的就一起就跟着这样就做下来，就非常漂亮的百宅裙就是这样。听说他们在寨子里做活时并不装扮自己，可是只要一出寨子，姑娘们就会花上2-3个小时打扮自己，这爱美的程度可见一斑了。看了寨子里有趣的游戏比赛，还看到了漂亮的苗族服饰。这会儿啊，我们一直惦记着那位有着世界上第1长头发的老奶奶。为什么当地人说奶奶之所以留这么长的头发，是因为不能剪头发，只要一剪就会有一些奇怪的事儿发生？别着急，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谜底。听寨子里人给我们说了这位奇人之后，我们怎么也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决定一去探访这位神奇的老奶奶。这位就是有着特殊才能的王奶奶。一见她，几个姑娘就为我们展示老奶奶的头发。怎么样，王奶奶的头发够长吧？这么长的头发，我们的小丽还真是第一次见。看着王奶奶头发紧紧缠成一束的，而且上下颜色不一，我们很是疑惑。王奶奶，您为何留这么长的头发？他说刚开始的时候，意思是他自己会绕起来，他自己编起来，编起来以后，那他说我把它收开，那我说，比如说我要睡觉的时候把它收开，到后头那天，它自然的就并拢了。就是刚开始他自己编起来，然后编起来之后拆开，他睡觉又绕在一起了。到第2天就自然的并拢了。那就直接就剪掉就得了。什么？一剪头发就会生病？世间哪有这种怪事啊？不过听当地人证实，王奶奶真的是8岁以后就没有再剪过头发了。据说在王奶奶心里，头发已经成了她的守护神。看到王奶奶硬朗的身体，也只能说这是老人家独有的长寿秘诀了。奶奶，她这个你看，她上面的头发是白的，然后越到后面的头发越发黄了。这看起来真的不是接的头发吗？不是，真是她自己的。经过我们仔细观察，王奶奶的头发上好像还有些古怪的东西，好像上面有一些什么东西，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是缝上一个那个原来那个一种药材，但是什么动物的毛知道吗？有苗话叫布朗沟，布朗沟就是一种动物的毛。以前的这一个地方，那他家的这个地方在凉了。他说什么？咱保上家的，我奶奶给我。当时这个动物还是在从宝山拿过来的那个毛。听当地人说，这个在头发上缝药包的习惯是当地老年人为了防病疾太多都会用的一个方法。至于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寨子里的年轻人都已经不清楚了。大哥，有没有人计算或量过这头发到底有多长啊？有，我们2年前来量个有5.8米，目前在记录是应该是最长了吧？目前已经记录过了。记录就是他是世界上最长头发的人。对。您看哈，这个王奶奶的头发是不是让您大开眼界？那说来也怪，您说这个寨子地处偏僻的山沟里，可是谁会想得到这儿还隐藏着王奶奶这样的奇人？但是有句老话说了，越是看似普通的地方，没准儿就能出不少的奇人怪事儿。那接下来我要跟您说的就是寨子里啊，在我们看来是比较古怪的一件事儿。寨子里有一个宝贝，
这个宝贝被当地称为镇寨之宝。可是啊，在我们看来，它却没什么特别的，因为它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牛皮鼓。寨子里人都叫它神鼓。这个鼓呢，平时不能随便敲，只要一敲它，就意味着有大事情发生了。它会让全寨子的人都聚集在一块儿。一个摸不得，一个碰不得，敲不得的鼓，这鼓到底有何特别之处呢？大伙儿怎么就对一个鼓这么在意呢？还是中间有着怎样的隐情？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我们逐渐靠近了这个神鼓。是那个最高的房子下边那一个。哦，就是倒数第2高的那个。对。啊，是那个倒数第2高。放鼓的人家原来是个极其平常的家庭，可是为什么选择把鼓放在这里呢？啊，对，就是这一间。把鼓放哪儿啊？放在这个。它是放在这间房子的正中间的梁上。啊，你是说放在房梁上？对，那你看，就在那儿。那就是苗族的神鼓。从它的外观来看，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鼓啊。可是当地人为何如此尊重它，并称它为神鼓呢？那它这鼓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100多年了。我们想拿下来看一下，行吗？不行，这个绝对不行。看到当地人紧张的样子，看来这个鼓的来头真不小。我们只好旁敲侧击地问问看，有没有把鼓取下来的可能。家里丧事完了，那么说他不管等到什么时候，第2家出信了，那来取他的时候都要拿一只鸡香，这个一种民俗风俗嘛，来贡献他一下，才可以取下来的。等于说就是像我们这种外乡人，不能平白无故给他拿下来啊，不可以的。哦，是这样的。女的能上去拿吗？不可以。不可以。它肯定会坏呀，那怎么办呀？修啊。不会重新换鼓。不换。哦，等于说它这个鼓就算是坏了，也不能给它扔掉，重新再做一个。不能，也不能随便找个人来修，也不行。哦，就得在原来的基础上给它修一修。对。而且还得那种威望高的人。还择日，还看看今天的日子好不好？吉利的。对。只能摆着，却不能拿，不能碰。那这个鼓到底是起什么作用呢？它这个神鼓。他是在这个做这个幽祀，我们这里说的幽祀就是丧事的时候，丧事的时候，每当每家有丧事了，那再到这里来，把这个鼓用这个请到他们家去。原来这是寨子里非常重要的一项丧葬习俗，只有哪家的人去世，这个鼓就会在寨子里响起，之后鼓就一直存放在此人家中，直到下一家人去世。没有这个鼓，他们就没有苗族。他们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讲的以前就是这个洪水泛滥嘛，把这个整个天整个地球都淹没了，最后眼看已经要淹到苗族山寨了，最后族人想了想，一定要保住苗族的血统。就放了一男一女到这个鼓里边，把寨子里边用来平时狩猎的激战鼓，这个给他拿开一个口，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放在里边，然后这个男孩和女孩就被这个大水就冲走了。对，冲走了以后，这个鼓就撞开了天门。寨子里的人相信鼓里装着逝去人的灵魂。他们依靠神鼓保佑着全寨的人们。不过我们还是很好奇，当地的祭祀仪式会是怎样的呢？随便拿一个别的鼓代替，我在寨子里敲都不行。不行，因为我们这里寨子有个习俗，就是只要是听见鼓响了，那肯定就是寨子里边老人或者是有丧事了。所以说要乱敲鼓的话，对人家不尊重。对，大家就肯定就集中在一起了，肯定就往鼓响的那一家跑，就认为是有事了。我们平时要敲要玩的，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但不是寨子里边的神鼓，跟这个差不多，声音也差不多。模仿这个鼓重新做了一个。对，你想不想听啊？可以啊。等会儿我们敲给你听一下。
因为正常情况下，鼓在寨子里是不可以敲的，所以我们只能在离寨子2公里的一个山脚下，请来当地有威望的老者，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独特的祭祀仪式。据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个仪式已经存在了100多年的历史。这些仪式中的动作、敲打的方式都是亘古不变的。就是因为当地人的执着信仰，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奇特的事物。一个不过600年历史的苗族古寨，一个远离城市、藏在大山之中的老寨子，平常的寻访之旅竟然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意外和惊喜。那奇人也好，特别的习俗信仰也罢，都让我们对苗族又有了跟以往不同的新体验。相信以他们如此坚持信念的那颗心，他们会让自己的古老传统一直延续下去。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中国有多奇，乡土告诉你，我们下期见。